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唔知大家又認識幾多呢？我哋今晚一齊嚟訪問下大家啦。Hello， 我想問下以下邊3個選項係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好處呢？ E 啊 ，D 啊 A，E 係 E。問多你一條挑戰題啊，你可唔可以舉多啲例子俾我呢？大家唔知，我哋一齊去片啦！越多人支持越好啊！我哋要加強續籌，等多啲人加入先得啊！佢係唯一出路嚟㗎。OK， 今次一定搞到你個立法會啊！慢慢同你玩啦。將呢份機密資料俾外國勢力，就可以攻擊到香港政府。終於做完 SBA 啦！我都考完試啦。今晚嘅我都係啊！咦，咁不如聽日一齊去唱 K 咯！哇！其實香港都幾靚咯。香港對嘅靚景許願會成真㗎。咁啊，我要開間咖啡廳，我要做體育老師。